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伫社会角落有真侪人，点点啊咧做善事，无求回报。今仔日咱要报道的这阵美丽空中小姐，就是安尼。做空服员已经做20档的林家芳，为2011年开始来筹划邀请到公司做空中小姐的同事，来翕爱心的月帖，而且家己买所得全部捐予公益团体，来帮助到等待出养的儿童。这份爱心延续10年了。这个爱心的月帖，每一年拢有无同的主题，翕相的模特儿每一年嘛拢无同款。像2020年，这个翕相的场景就选伫咧云林县的市东乡。空中小姐嘛，因为安尼，将做台湾农产品上界美丽代言人。这10年来，义卖捐款做公益的金额差不多有800万了。但是伫这个过程中，林家芳因为爱兼顾到工课甲翕相是蜡烛双头烧，捌一度想要来放弃。空中小姐牺牲甲付出，因安怎为着要需要帮助的儿童，来尽一份的心力呢？咱做伙来看到这个充满着爱的故事。这样子很美哦。来，看过来，来给我一个笑，来给一个甜美笑，我是被选中了吗？有一种哇，好像被选美选中的感觉。去想象，然后画一个梦想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实现。好，每一年参与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感动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放上平台卖，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要卖给谁。大家的支持跟鼓励，那我们就会这样子一年一年傻傻的拍下去，这样。好，浅浅的笑。手提相机的摄影师林家芳指导 model 比无共姿势。那边的头发把它拨到后面，对，然后头发顺一下。伊是航空公司的空服人员，做飞行航课超过20年。10年前有一个想法，想要让弱势囡仔更加侪资源，过更加好的生活，开始来做爱心。有一些孩子他们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残疾的，年纪比较大的孩子，他们等待出养其实几率是很低的。我们也希望这本年历可以帮助这样子的孩子。2011年，伊邀请同事利用飞行休假有闲时间，无任何收集，作为翕字帖。以为做公益，拍2011就开始拍了，所有的 model 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因为我们第一年要来拍摄，其实我觉得他这一年可以有2个字的代表，就是勇气。2013，我觉得他是团结就是力量，因为都是好朋友找好朋友。我们希望把这一个讯息让大家更多人知道，所以呢，第2年你会看到非常的丰富。地铁开始翕的头一天，愈来愈多人开始对你来做爱心。虽然有好心的船长大领出航，却嘛因为风雨耽误翕的进度。伫咧错漏的水后摕相机，互这世人永远无法度放袂记哩。那第3年呢，就不是只有空姐了，我们还有机长的加入。好，这几张照片都是机长，然后他们现在也因为岁月的关系，他们都变成很厉害、优秀的教官了。2017年是我觉得这10年来最酷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跟国防部合作，由国军一起加入参与爱心年历。好，再次，再次。跟国军携手做公益，然后见识到非常多没有看过的武器。下巴低。爱心字帖，逐年有无同的主题，但因着过去捌参加过翕比基尼的任务，
刚好一起跟家风学飞到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英珠，我们今年拍这个月历，那你会不会有兴趣？”大概2月的时候，学姐告诉我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就说我们今年主题是比基尼，然后就想说一定要开始好好的运动啊、减肥啊什么的，衣服妆法全部自己准备，然后就去拍了。不过那一年我拍了2次，第2次就是又比第1次瘦了一点，所以每一年就是他这个月历发表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哇，他真的拍得很好，而且他的这个背后的含义很棒，就是帮助一些小朋友。工作室2楼大相片壁是林家峰公益翕相的过程，10年来记录爱心作品，立足一组，守护弱势囡仔的城堡。个人最喜欢的拍摄的主题就是比基尼，也是啊，每一年卖的最快、最好的一年。我知道家风学大概每一年都蛮早，上半年就开始准备，不只是拍摄，其实销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因为如果没有人来买我们的年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最好的捐款。我们深入农村里面拍摄农民的耕种的情形。平常我们都是要配合彼此空姐的班表，那配合老天爷的天气。那这时候这个主题我们要配合农作物的生长的状况。所以我们常常必须要再跑到农村里面去看，哎，是不是杨桃垂了，番茄红了，然后香蕉黄了。2020年，翕相所在头一摆山口农业大馆分林，伫咧启东乡因含土地拍开一场亲切的对话。下巴有光，来再推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子很美哦。好，来你再看一下，好，来看过来，来给我一个笑，牛凤仪在2009年对翕相团队来到启东。凤仪，她是之前拍甘蔗。哇，就好像可以为小朋友做一点事情，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不太一样这样。经过疫情严肃的2020年，今麦订单来到这，买物件含心情拢无啥同。这是葱吗？是蒜头。是蒜头。不好意思，我好熟哦。台湾的乌龙椒，它就是跟我之前吃到香蕉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当我又再回来，其实我是满心期待，想要来吃香蕉。之前可能就是在书上看，但是没有真的踏上这一片土地，然后就觉得，要在这样子的环境工作，要晒太阳，觉得农民其实是非常辛苦的。那你戴上这个帽子看看，很适合，好。可以帅气点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对，侧一点点，手可以叉腰或是插口袋，对，帅气一点，对，这样好。帮他们的农作物当代言人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愿意啊，我应该会选杨桃，因为我觉得杨桃蛮可爱的，我蛮喜欢的。这一颗就有1000颗以上了。比我的脸大，跟我的手掌比我的手掌还要大。农民辛苦的成果。在咧无共时节参访农村，一定拢会有新体验。可以这样假装咬一口，不要真的咬，因为看起来就是很好吃。农业的知识含真侪人情味，这拢是伊唔捌想过，嘛是台湾在地真自然朴实的新感受。现在来摘杨桃。很清脆的声音，非常新鲜，而且闻到杨桃的香味。因利用这项飞行任务，有闲时间来找适合翕相所在。我是从2014年就拍了第1次，那时候是只有我跟老师还有学姐，我们3个一起去拍而已。然后就是在一个大岩石上面，所有的妆法，然后还有换装都是我们自己。旅行的意义，唔那延续爱心，嘛是疫情之下的福分。之前是来看
杨桃它黄了没？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哇塞，这个杨桃园怎么跟我想象的就是不一样？因为它就是很矮，他们在栽种啊，或是在装袋啊，这样子才会刚刚好。上船24节气含作物生长顺序，唔能爱看天气，爱搁回向班表配合以上的任务，才会当完成。然后之前看他家风学拍的照片是拍那个蛋蛋学姐，然后是我们去年的月历，然后就不知道原来杨桃果园这么低，所以其实拍照过程是蛮辛苦的，需要弯腰进来。我刚进来的时候头这样，然后学姐说你的脖子都歪掉了。我可能要趴着拍，好，这样子就拍到整片，好。辛苦辛苦。果然是隔了1年有差，体力就有差。对啊，灵活度就差很多。谢谢他们，我们谢谢他们，他们真的很辛苦。今年又来一次啊，虽然不同人，可是感觉很好。还是谢谢他们。好，还是谢谢他们，帮我们农民宣传呐。超壮观的，不知道原来长这样。待会一个就坐在这边，可以这样做，露出可爱的笑容。待会想说让那个 model 上去那个上面，那你觉得这个有车子可以让它上去吗？安全吗？这样可以哦。我想要坐到最高的地方。不要害怕。好。OK 吗 ？OK。不能再退了。好。为什么有一个女生她那么忙，她本身又是空姐，那她又当摄影师？有这样的一个爱心，为了这些小孩，她愿意付出这么多的时间，所以我就主动去找了他们。台湾的农村真的是太让我惊艳了，所以只要关注空姐爱心年历，就会看到很多很棒的事物。很棒哎！过去捌去过热铁的空服人员，佫一摆推出特别的物件。会出现在咧无共面粉的封面和皇帝相片。每一次拍摄都感觉非常新鲜，因为学姐都会想了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主题。锁定档的点名坪，伫咧疫情严肃的2020年，所在定伫咧南台湾的庙。我们在庙会的前面，大家就打扮着七仙女的装扮，然后学姐很细心的为我们挑选7件旗袍。我是拿二胡，然后有些人拿琵琶，然后长笛，大家就选自己适合的乐器拍照。现在这个工作室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原先设定是想要做民宿，其实没有想要做工作室，可是是因为拍了年历之后，已经没有心再去经营民宿的部分，所以它转换成拍摄年历的工作室，也希望可以展现自己生活的一些理念跟美感，想要实现在这个工作室里。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乱画涂鸦，所以就是画一些卡通。根据我们飞机上啊一些同事啊，好把它画成卡通人物。当时我就是用来送给来帮忙拍照的 model， 就每一年都会画一个不同的。那到最后就是这几年都画红包袋。为翕的计划到印刷出版，甚至是销卖过程，一条要卖互谁，有谁愿意会逐年买来看，这个问题各当也未解决。第3年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很神奇了，想不到你竟然有办法拍3年。可是当我拍到第7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好像可以给它结束了，因为自己因为都在飞。那我们不是单纯的，我只是拍完这本年历，我还要负责后面的销售，我还要担心它到底卖得好不好。已经第10年了，我觉得我的勇气越来越少了。拍
拍年历做公益，2018年林家峰将工作室设在石门，为爱心年历的下一个10年做准备。我觉得这需要很大的毅力、跟决心、跟狠心，一般人真的没有办法做到。而且其实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帮助别人。这一条路真的是要非常有耐心，然后真的很愿意为孩子付出，才有办法坚持10年。然后下一个10年我们继续努力。那明年我们也很期待学姐的作品跟主题。学姐紧张了一下。杨桃吗，学姐？下一个10年有什么规划？下一个10年，大家给我的鼓励跟期许哈，这个其实会让我推我再往前再走，自己花一点时间，多花一点心思，它就可以完成一个这么美好的事情，是很棒的。下一个10年，我期许有下一个10年，但压力好大。当代人期待爱心一贴，10年来拢总捐了800万，为了等待出养的囡仔，打造一个幸福会当望的未来，规划后一个10年的蓝图，和爱心串联做伙，唯有勇气才会当互爱继续看落去。